大家好，我是刘慧珍，我目前是台湾立球文学协会的理事长，今天老大家做了个认识立球的说明。今天老大家介绍非常重要的台湾文学作家立球。立球他是1934年出生到苗栗太湖的番内那，这个所在谈他的名字地，他是一个老年出名好人高级的地方。样板戏他就会带出一个山那边来讲，也会对他的爸爸李木芳来讲起。立球先生的阿爸李木芳是一个54的农民，不过呢，他在日本时代就参与了一个反抗日本政府的农民运动，他是农民组合也太湖支部的体院的支部长。因为常年一个抗日的关系，所以呢，立球先生他的文化在一个番内那所在，本一个隔壁邻山呢，就本大家看不起，本人做的讲是一个排挤一个在社会边缘位置的家庭。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李木芳他接受无多物卡，所以呢，几个家庭就靠立球先生的阿妹叶然妹也做寒夜山铺桥地位的弟妹，也在人文呢来负责几个物卡，也去照顾几个太细。也立球先生的阿妹，其实细细的时间就本人送去做了个养母，客家话讲到法顿母，也是一个非常贫困出世的一个状况。所以立球先生他在番内那的童年，就在讲是非常贫困，又非常的孤单太人接受无多物卡，所以一个较细的细人呢，因为李老师老他两个阿哥就侦查非常多细按样型的状况底下呢，他在物卡度但枪就是一直其他文章有写到讲，就是阿妹老妹还有一条狗的按样型非常孤单的番内那生活。不过呢，在番内那虽然佢是一个非常贫困的生活，也是非常艰难的一个处境。不过在一个对立球老师的影响，是一生年的。虽然在那个地方，佢长大到10岁左右就搬离开了。不过呢，番内那在佢的文学地位，加上会出现也是佢最有名的作品《寒夜山铺桥》的一个重要的舞台。那舞台因为立球老师的文笔，佢写出老了嘅番内那变做係台灣文學歷史上非常重要嘅一個所謂心靈嘅影響，也係台灣文學歷史當中一個非常重要嘅文學嘅地標。